昨暗时，台南市南西区发生规模5.3的地震，今仔日早起又阁有规模5的地震尾。气象署是提醒，恐惊又阁有地震尾，提醒民众着要注意。因若当地有民众规气大布棚困伫咧外口，或者是困伫咧车顶。早起总统赖清德落南勘灾也强调，民众的居住安全是上重要的。看到总统赖清德来台南玉井勘灾，受灾民众向前反映心声。日的强烈地震造成台南南西玉井区超过3000案通报房屋受损。咱有一个原则啦，确保安全爱当管。对啊，啊，若安全无法通确保，咱就要想其他办法。赖清德要求建物拢要确保安全，才会当互民众入去住。南西区有当时里面总讲主体互人评定是还佫会当住的黄单，也是会惊。这边都已经害掉了，怎么住人？基厝内真明显的壁碰，民众惊甲唔敢搁住。24暗时南西区搁发生规模5.3的地震，真接的地震尾，互真侪民众唔敢回厝困。把椅子打平这样睡啊？那是因为当天很多余震吗？超多。房子是其次啊，但是那个随时会有地震的那种不安定的感觉哈，会让人家就是快过年了，会觉得比较不安心这样子。地震了后，南西区东势里也有自来水管毁损，居民烦恼已经有壁碰下淡仔加路，可能会大面积崩塌，赶紧通报自来水公司。即摆就是惊到时，搁真正搁掏空的换者，因为遮南西区即摆灾区嘛。到目前为止，主震加余震累积已经有90个，有25个显著有感地震，65个小区域地震。气象署推测，24暗时7点外地震，就是嘉义大埔6点4强烈地震了后的地震尾。准讲地震尾已经慢慢减少啊，啊，不过未来1礼拜也是爱细日，当地也是会有大规模的地震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